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9月1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第10节，创世纪第6章第1节到第6节，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儿子，或是上帝的儿女啦齁。有许多的人对创世纪第6章的记载有疑问其中最大的疑问就是说，上帝的创造不是只有创造亚当以及夏娃吗？那为什么在这里有人的女儿？这是在指什么人呢？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门非常大的神学讨论议题了齁。Adam 就是大写的亚当那个人，跟小写的 Adam 人类。那么简单的说，上帝是创造人类，其中呢那个亚当那个人呢被选，并且要求跟随上帝的人。然而其他的人却是离开了上帝的道路的那一群就如同创世纪第6章第1节到第6节记载的人们，他们是亲近了邪恶犯罪的人们。所以呢，第7节圣经就记载了上帝的话，说他要凿灭这些他所创造的人，因为他们都离开了上帝。经文这样说了当人口开始增多，分布全世界，并且生养女儿的时候，有一些神子看见人类的女子美丽，就随自己所喜欢的娶她们为妻。因此上帝说，人既然是属肉体的，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当他们的寿命不得超过120岁，从那时候开始，地上有巨人出现，他们是神子跟人类的女子所传下的后代。他们是古代的英雄和名人。上主看见人类个个邪恶，始终心怀恶念，就后悔自己在地上造了人。他很忧心说，我要从地面上消灭我造的人类，也要歼灭兽类、爬虫和飞鸟，因为我后悔造了这些动物。可是上主喜欢挪亚。成为上帝的儿子，就必须要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这正是保罗在写给提摩太他的信仰的儿子的书信当中开始的一个引言。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话这么说：我是保罗，我奉我们的救主上帝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的命令，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我写信给你提摩太，就是我在信仰上的真儿子。愿父上帝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赐恩典、怜悯、平安给你。我希望你留在以弗所。我在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经这样的吩咐过你。有些人在那里传不正确的教义，所以你必须命令他们停止，叫他们要放弃那些荒唐传说和冗长的族谱，因为这些东西只会引起争论，丝毫不能帮助了解上帝的计划。这计划是借着信心才能了解的。这命令的目的是为了要激发爱，这爱是从纯洁的心、清白的良知和纯真的信心所产生的。有些人呢，离开了这一些，迷失在虚无的谈论当中。他们想做上帝法律的导师，可是连自己所说的话都不明白。
连自己那么肯定主张也都不清楚。我们知道，只要有人能够合宜的使用法律原来是好的。当然，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法律不是为了好人制定的，而是为了那一些不法的、不受管束、不敬虔、犯罪、藐视宗教、贪恋世俗、弑父、杀母、谋杀、淫乱、青蓝色的、诱骗、撒谎、做假证、违反健全教义等一类的人而定的。这健全的教义是根据福音，就是那荣耀可称颂的上帝所交托我宣布的。我们选择作为邪恶之子呢，还是选择成为上帝之子呢？就如同耶稣基督的新的诫命所说的，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了。诗篇51篇第1节到第10节，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你有永恒的爱；求你除掉我的过犯，因为你有无穷的仁慈；求你清除我的邪恶，洗涤我的罪孽。我知道我的过犯，我自觉藏在罪恶中，我犯罪冒犯你，我得罪的是你，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因此你审判我是理所当然，你责罚我是我所应得的。我一出母胎便是邪恶，出生之日就充满了罪。你所要求的是真诚的心，求你用你的智慧充满我，求你除掉我的罪，使我洁净，求你洗涤我，使我比雪更白，求你让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你虽然粉碎了我，求你使我再次欢乐，求你闭眼不看我的罪，除掉我一切的过犯。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求你赐给我一个又新又忠诚的灵。求主帮助我们努力的学习，跟随上帝的旨意，使我们从生活的各方面能够展现出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